在这里也提醒您，除了透过短波和卫星电视，您现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浏览其他的即时报道和音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而在进入今天正式的讨论之前呢，我们现在大家关注在新疆乌鲁木齐暴力事件之后，当地的一个最新情况。目前汉人和维吾尔族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相当的紧张。中国官方表示，有184人在暴乱中丧生，其中的137名遇害者是汉人。当地的一些汉人和维吾尔族人认为，这场暴乱只是这个民族和谐共存的城市中出现的反常的情况，但是也有另外一些维族人指责当局长期歧视穆斯林少数民族。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曼发自乌鲁木齐的报道。上星期，大规模的民族暴力事件给这个200万人口的多民族城市造成的创伤仍然记忆犹新。许多人说，7月5号维吾尔族人发起的暴乱是少数坏人的行动，并不能反映一般维族居民的心态。买提阿里是一名维族男子，他在著名的综合市场大巴扎广场的边上经营一家干果商店。他说，这场暴乱不会影响到他与汉人朋友之间的关系。就那个发生的那天，好多客户给我打电话，那还开的吗？这样子。丽丽是一名退休的汉族女子。我们的关系非常非常好，我已经退休了，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我们有个非常好的一个老年的活动，老年大学的活动舞蹈班，我们在舞蹈在跳舞，我们班里面有好多的民族同志，维吾尔族同志，我们非常非常关系好。政府需要在乌鲁木齐市街上部署大批中国军警来维持秩序的事实，削弱了这个城市民族和谐的景象。当局在暴乱发生之后逮捕了1400多名维族人。自从上个星期天以来，当局要求居民携带身份证接受警方的盘查。清真寺被关闭，星期五的祈祷也不例外。当地的维族官员告诉人们，那一天在家里祈祷。这个清真寺星期五通常有数千人前来做礼拜，人们来到这里准备祈祷，但是却不能进去。他们在清真寺旁的光塔附近观望着来往巡逻的军人。在维吾尔族人的社区，人们说他们还是害怕离开自己的社区，因为担心受到汉族人的袭击，也担心被当局逮捕。很多人害怕到不敢在电视镜头前接受采访。这名38岁的维族女子答应在自己身份受到保护的前提下才接受电视采访。她说，中国政府因为维族人的种族和宗教差异而歧视他们。伊斯兰教那种习惯生活，比如说盖着脸，他们不愿意。男的留胡子之类的，戴帽子，他们都会给你抓起来。这名女子还指责中国媒体压低维族人的死亡数字。7月6号、7号死了好多年轻的维族人死了，但是他没有曝光，没有亮相，没有电视上报道。中国官方公布的暴动死亡人数现在为184名，其中137人为汉族。但是人们不清楚这是否包括7月5号之后汉人对维族人进行的报复攻击中的死亡人数。六道湾清真寺教长兼人大代表哈克西姆告诉媒体，参与暴动的人并不代表伊斯兰精神。当被问到维族人在中国是否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他予以坚决否认。在有些维族人仍然因为大量出现的中国政府军队而担惊受怕的同时，其他市民说，成千上万军队在街头巡逻，给他们提振信心，他们相信生活将恢复正常。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军队还必须在乌鲁木齐市驻扎多长时间？美国之音电视报道。好的，看完了报道，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讨论。赵惠普先生，欢迎您来到时事大家谈。是。那我们刚刚在报道都已经看到，这死亡人数目前最新的更新是到了184人。那官方是说有137人是汉人。当然，这死亡的死伤的真相，目前数字还有待最后的厘清啊。不过我们看到了很多情绪化的言论，包括有人为汉人抱不平，也有一些境外团体说要为维吾尔人来做报复哦。当然，这些都是很情绪化的言论。很多人也归咎说这是中国官方共产党一个民族政策的失败，或者说有缺陷。那么10天了，我们冷静下来，你觉得真正要深层去探讨的关键点在哪里呢？我想他有些事情就说
当你发生这种抗争的时候，常常并不是说那个点，而是长期怎么样积压而来的。所以这个其实我做了一点点 research， 我想用一个人，然后代表他发生2件很大的事情，用这个事情很快的把大家的记忆拉回来。那可能比较年轻一辈的汉族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哈，就是说在1962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是在这个新疆这个地方在这个伊犁这个地方哈萨克那地方，他是怎么讲啊？就是说也是因为那时候因为新疆有一位这个军区司令叫王震，这个人其实跟今天的新疆情形还有非常非常的很深的关系。他就是大量迁入汉人，然后他用这个军队来屯兵，他创立了这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啊。那么这个兵团就慢慢来迁入很多汉人，结果呢就压缩到了这个新疆人的这个生存的空间。那当然你来抢了我的土地，来让我不能我卖的东西没有你的便宜，所以让我不能生存，他们就会抗争。那次事件大概有2000多个这个当地的新疆人就来抗议，结果因为很可能在那个时代在共产党的观念就是说，只要你抗争，我就强力压制。而且我们中国人有讲的这个天高皇帝远，尤其你在新疆根本没人知道。结果这王震下令开枪，杀了非常多人，绝对比今天那个100多人多得多。然后呢，他不但高压统治啊，这个他在有些村落，比如说我有一个解放军或2个解放军被人家杀了，他跑到那个村落里面，他说我不管你们我把你围起来，我死了1个人，我就杀你10个人。以今天的观念来讲，那简直是不可思议。你连那个犯罪的证据都什么都不要，你就抓了。我说我觉得你是年轻人，你有嫌疑，我就随便杀10个，这个就会造成种族的仇恨。结果呢，那个事件非常影响的深，就是官方统计说只有20万人移民，就是说整个人连房子都不要，他们世代居住了几百年，我都不要了，我对你完全失望。而且走的人还不是普通老百姓，结果是他们那个新疆当地的这个军区副司令跟副总参谋长在带着他们的什么这个省长、厅长、局长全部都迁走了。所以今天那个东突的前身就是这些人演变而来的。当然了。你死了一个解放军，你用杀10个人来还你，结果呢，到后来呢，政府呢，中央政府为了弥补这个不行，他可能花100倍的钱来补偿。所以呢，这个今天就是说，如果说汉族很不平，我把这个以前更早的事情跟你讲一下，所以你就想想看说，今天中央很多政策其实它是在弥补以前血腥镇压造成的后遗症。好的。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当然新疆骚乱有很多原因，也有近因。当然很高兴听到您从历史上也做一些人物的分析。不过我想先暂时跳脱出来，从中国国内跳脱出来，因为其实我们放眼国际来看，这不单纯只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策单一的问题哦。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有很多的种族的仇恨、跟种族的冲突或民族的暴乱。那我想在这边举几个例子，跟来宾呢一同交流哦。那我们从最近美国来看，美国在1965年跟92年在洛杉矶都有震惊世界的黑人暴动啊，斯瓦特非常的震撼世界。当时死亡人数，根据当时的报道，在92年的时候有53人，有1万多人被捕。再来看欧洲的例子，最近的一次05年，在法国也有穆斯林青年的一个暴动啊，当时是波及了300多个城市，有将近3万辆的车辆被烧毁。这是美国跟欧洲的例子。当然，在澳大利亚，我们也看到雪梨也在05年有一些类似像这样的暴动哦，就是澳洲的白人青年和阿拉伯裔的移民之间有械斗。那绕到亚洲也有很多像新加坡啦、印尼、马来西亚，也有类似这些种族的仇恨所引发的冲突。那最激烈的例子就是俄罗斯的车臣，这基本上是已经这个民族矛盾已经升级到一个战争的情况了。当然，我在这边强调并声明说，这些所有的种族冲突例子都不是完美的类比，可以跟中国新疆的例子来结合。不过，我们从这些世界各国种族冲突所经历的一个苦难的道路来看，您觉得这些例子可以给中国的新疆或是西藏等民族矛盾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我想就是你用整个事件来看，我们用一个人的一个基本来讲，就是说，如果我生活得好，我有工作，我很可能就不太容易暴乱，对不对？所以每次有暴乱的，一定是有长期的有一些不平衡，因为你的机会比我好。
或者是我去找工作，尤其是新疆人，我看了很多这10天来看了也蛮多报道，很多新疆人说我也念了大学毕业，结果我去找工作，结果你在公家单位永远都不录我，为什么？前面考试成绩我都够，一跟我那个面试一看我长得就是异族，你就根本就不给我机会，这样子会造成很多问题。美国其实是个大熔炉，美国这200多年来，其实花了很多时间来，尤其是从1965年这个金恩博士事件以后，他花了这40-50年来花了很多时间来处理这个种族问题，所以很可能如果今天有空的话，我们可以介绍一点点美国的这个政策。当然，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利益不均分，就会造成冲突。再加上因为你不同的种族，这个事情就会变成非常非常的不可收拾。所以我想这个异中求同，就是说如果说每个人都温饱，他就不太会造反，对不对？因为他每天上班下班，有小孩子要去上课，他哪里有时间去搞这种事情？所以我们用一个人性的方式来看，不要把这个Muslim 当成一种异类，因为我们华裔，比如说在你刚刚讲到印尼是因为，尤其是泰国、印尼，他华人很聪明、很勤奋。当你在那个地方呢，拼命的赚钱，那当地人一看我怎么那么穷，你怎么没有钱？他就没有去想到说，你念了很多书，每天上班上12个小时，我每天就是在那边混日子。他只看到你有钱，我没钱，所以那印尼对华人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友善嘛，对不对？所以您刚刚讲的事件，我们可以很快 relate， 就是说，是因为两极化的关系。所以您认为说，赵惠普先生，您认为说这些例子，包括在中国的新疆或者西藏等等这些，除了单纯种族之间的矛盾之外，事实上更深层的是社会利益分配不均这种两极化现象所造成的，是吗？是，绝对是。而且像我几个礼拜前刚好在北京见到一些这个中国比较年轻的经济学者，他们特地跟我讲一个，他说在中国就是去年2008年的时候，政府那个政策要进的太快，造成了一个叫做涉安的大跃进哈，跟几十年前的这个生产大跃进类似。就我觉得这会造成这个原因，就是它造成了3700万，以他们的统计比较准确的数字是3700万的农民工去年完全失去工作，那办公失去的更多。所以这个影响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新疆只是一个因为有种族，所以看起来好像蛮严重。其实你没有看到的是这3700万失业的人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平衡的一个族群啊。他为什么尤其是这些农民工到了城市，看到你城市的富裕，看到你吃一餐饭，我上次说我在北京看到他们送一盒茶叶1万块人民币。你知道吗？那些农民工回到家乡里面找不到工作，一个月可能就是400块、600块过日子，你知道他怎么会心里会平衡？对不对？这个两极化非常严重。你看，我观察了一下，我觉得中国大概有几种类型的两极化啊。第一个是人才的两极化，是啊。那么第二种是这个城市乡镇的两极化啊，然后发展的两极化。所以我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有机会我们再深入再讨论一下。然后今天我们又开放听众观众朋友们踊跃打电话进来，我们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来理性的探讨说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中国寻找出建立一个尊重多元文化跟公平的社会。不过在接听电话之前，我很快再请教赵惠普一个问题，因为您是这个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那我们其实从国际的例子也看到说，虽然说美国和欧洲在解决这些问题上面也都提出了一些法案，像美国有所谓的平权法案，在欧洲一些国家像英国有所谓的同化政策，但这些做法实质上都还是遗留了很多的问题哦。很多人认为说，除了这个法案或者是说政策方面呢，应该从根本的教育上去着手。我知道您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您认为教育是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吗？创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一个更尊重多元文化的社会。是，当然，我觉得教育呢是很多事情的重要的因素之一啦哈。那么美国的，你刚刚讲到美国的平权法案，其实像去年我们在维吉尼亚州，你看美国已经民主发展蛮先进的，我们才通过，因为要保护我们少数族裔。各位观众，您在中国，你看到我在美国，我也是少数族裔，对不对？我们也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当你自己被当成少数族裔，你才知道那个少数族裔人心里的那种痛苦，就是说我书念得比人家好，做事比人家认真，我比人家聪明，可是我永远没有机会往上爬。所以有一些阶段的时候，有一些看起来不是很平衡的事情，
在那段时间可以达到一些效果，所以我们去年，比如说在我们的23个大学里面，我们规定每个校长我们希望每个这个学校里面可以雇佣5%的少数民族，所以我们就通过一个法案给这个校长的权利，就是说当你还没有达到没有5%是少数民族的时候，校长可以跳过一般这个雇佣的程序，可以指定说我要用一些这个少数民族来补足这个5%，也造成了一些不满。当我其实我在讲的时候，因为我的board member 里面有这种有比较是那个blue collar， 就是比较工人阶级，他就说，我们白人早觉得你们这些少数人是来抢我工作，所以这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中间的 conflict。当然我们毕竟是被任命的，我们当然用蛮理性的方式来解决啊，可是代表他们还是心里有点不平衡嘛，对不对？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府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的题目是如何透过地方教育和职业的训练来改善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和两极分化的现象。现场到的嘉宾是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理事、维吉尼亚州长特任官赵惠普先生。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向赵惠普先生提问题或者发表您的个人看法，我们大家一块来集思广益啊。下面就是您参与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再拨866-837-5161。接电话之前呢，也再次提醒您，除了透过短波和卫星电视，您现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浏览其他的即时报道和音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好的，首先我想接近辽宁的严先生。辽宁的严先生，你好，请讲。你好。你好。我认为中国这个政府机关呢，党政机关呢，警察呀，当兵的，不做正经事，哪这个正经东西的？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当官的现在是裙带关系，跟历朝一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也知道，当官的什么皇亲子弟啊，完全以裙带关系是吧？完全是不做正经，就不得人心的。没什么矛盾不矛盾的，完全是这什么个怪种？中国是历来是个怪种。所以为什么说中国人聪明呢？没，完全个痞，这个怪种。中国人是个怪种，谁也别理。辽宁的严先生，您现在提到这现象，您觉得跟新疆目前的骚乱有什么关系吗？你如果还在线上的话，好的，辽宁的严先生好像不在线上了。我们下一位是看上海的何先生。上海的何先生，你好。主持人好。你好，请讲。然后我是有几个观点啊，请说。就是说第一，咱们中国就是说对那个少数民族的政策还算是比较厚的。但是说就是说你们政策有一部分是要改变的，比如说对那个犯罪分子这两少一宽的政策。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中国呢也不只是说有维吾尔族一个穆斯林。包括就是说回族呢，回族人民就是说包括我们汉族人很多都很尊敬他们。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任何国家呢，对这个所谓的暴动呢，然后都不会说无动于衷的。你就算像现在那个比较激动的土耳其啊，他们就说甚至到伊拉克去打击那个库尔德工人党。然后呢，就是说新疆呢，也不是说就是维族人的新疆，而且还有哈萨克族、还有其他种族。好的，对，好的，上海的何先生，谢谢您发表的观点。下面我想接听湖南张先生您的电话。湖南的张先生，你好。请讲。张先生你好。请说。我觉得呢，就是说，从汉人和汉人政府来讲的话，中国政府来讲的话呢，应该多为新疆这个维吾尔族啊、少数民族啊提供点公平竞争的机会。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这个是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次要的，辅助的，更主要的是他们这个维族人呢，应该呢有自强自立的上进精神。那你光靠别人帮助他光埋怨别人呢，就是没有用的。你像我们汉人到西方国家去，到美国去啊，那也还是少数民族，那也要自强自立啊。那你说，也会有种族歧视啊。
问题是就是说你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他还是要自强自立。光埋怨汉人的，我觉得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的话讲完了。好的，非常谢谢湖南的张先生。好像赵惠普先生想回应一下这位张先生的观点，对吗？是啊，我觉得那个张先生您这个还是比较开明的哈，就说。其实您讲的这2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先讲到这个公平机会哈，就我用美国的经验来讲一下，就是说，那最早就是说，当政府说我们要平衡种族的时候，那谁去平衡呢？私人企业我还是不理你嘛，对不对？所以美国平衡的时候，就第一个在联邦政府里面，它有一个保障名额。它这保障名额里面就说，只要你去念书，我就给你这个机会。所以我在讲的就，只要你去透过一般正常念书的管道，然后我就给你机会。可是因为少数民族又很穷，所以呢，我就提供了一些，比如说贷款。那我知道中国现在对这个少数民族政策，尤其像新疆，他们为了补偿当初血腥镇压，所以他们就很多人就是考试呢也加分，结果你到那个学校你又跟不上。那你还不如硬要去挤北大，你干脆到普通一般2级大学，你可能程度还跟得上。我觉得这个加分制度可以讨论，可是你应该提供一些这个贷款，而不是到后来我听说了，就是说到现在变成是一些新疆高干的那些少数民族的干部的子弟，就变成一个管道到北京去混到大地方去，这样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所以刚刚您这个湖南的张先生，您讲说提供这公平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政策可以改到就是说，只要你鼓励这些学子，不见得一定要到北京念书。我觉得是我们如果有机会讲到我们社区大学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新疆那边发展一系列的这个另外一类的教育的方式的时候，会很重要。然后你提供很多让那些贫穷的家庭可以去有这个教育的补助，所以那个大学的这个学费对他来讲就并不是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们去考。政府机关，然后联邦的里面可以提供，就不但是当然对新疆，对很多少数民族，你可以有多少的一个保留的一个名额给这些少数民族来参与。好，但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那他们也可以就自足自立了啊。刚才我也想很快针对这个上海何先生的一个问题，很快请教你在听下一轮的听众观众之前他提到这个2少1宽，就是说对于犯罪的维吾尔族人，可能就是少抓少杀，像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在当地也引发了一些反弹和争议事实上，我们如果他刚也提到说，民族政策应该要做修正。中国政府除了给钱，除了2少1宽这样的政策之外，是不是应该在实际的文化层面给他们更多的照顾，比这些政策还要更好呢？您认为民族政策该做什么样的修正？对，当然，你还是讲到那个新疆，它还是蛮特例的，就是说，中国它很奇怪，那个新疆那个地方是有他们地方自治政府管一块，那个军政府也管，然后那个变成有点四不像，你知道吗？那么你应该尊重他的时候，就是说我这样讲，就是说，你当初因为太血腥镇压，造成很大的影响。今天你花了100倍来补偿，所以你对他们有一种补偿心态。可是事情已经过了好像40-50年了，这个新的一代就不知道为什么中央要对他们那么容许，他忘了他当初那么整个种族都在迁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政策当然是也不需要特别重，就是稍微以教育的方式，然后呢把这东西淡化，然后改变一下政策，这样是。具体细节的建议我们稍后再一一来谈我们再接听一轮电话，想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山东的孔先生，请简短发言。你好，你好，大家好。关于这2天我在想这样的问题，如果是戈尔巴乔夫、蒋经国或者是胡耀邦、赵子阳，他们作为领导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呢？什么是教育？我们中国共产党万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可是贪官污吏越来越多，敌人越来越多，穷人越来越多。苏共解散了，柏林墙推倒了，8964，我们是教育市民学生呢，还是教育下令向学生开枪的首长？好的，谢谢。我认为不是教育问题。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当然，除了体制的改革之外，其实教育也不只是光谈这个共产党思想教育，也包括了职业教育跟地方社区的教育。稍后我们再请赵慧比先生继续为您分析，请您继续在线上听着。下一位，我想请河北的电视观众李先生参与我们的讨论。河北的李先生，你好。你好，请讲。75世界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是分裂和反分裂的问题。美国政府公开的支持热比亚和
世委会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我对此感到非常气愤，呼吁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支持世委会等分裂组织。中国共产党万岁！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下一位是黑龙江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请讲。这个就是民族种族纷争是历史形成的，有宗教还有领土问题都能形成这种棘手的问题，这个在各国也没有得到解决。我们中国发生的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个偶然的，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原因，我认为。然后那个嘉宾说的很对，就是它就是有制度，还有两极分化，特别是两极分化，大家都是平等的，他生活很自由。他就不能产生这种矛盾。现在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现在是把一部分人边缘化了，不管是新疆人或者是汉族人或者其他的少数民族都有这样的嫌疑。世界也是这样的，非洲越来越穷，美国越来越富，其他的新兴国家也在越来越富有，没有带动起来非洲的经济，这也是国际问题。然后中国这是全民所有制，现在我们也没有分享到那个劳动成果，然后我们也是靠自己打拼来赚钱的。然后然后每个人要是把这国家财产分了，要全民所有制真的分的话，那每个人都能分到，我算过，每个人都能分20万多。20万。好的，非常谢谢黑龙江的孙先生，谢谢您啊。那孙先生提到了很重要，就是这个中国社会两极化的一个现象和贫富不均的现象。事实上我们知道说，虽然说最近看到这个西藏跟新疆接连发生像这样的冲突事件，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但事实上在中国广大社会中有更多的是群体性的抗争，是没有那么强烈民族色彩的，就是刚刚提到是有关于这个贫富不均或是两极分化的现象，像农民工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例子，导致了很多地方社会都有一些群体性的抗争。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目前两极分化的现象，应该怎么样来解决呢？对，先那个刚刚山东的孔先生啊，就是说，我想您可能是在中国久了，我讲教育不是政治教育，不是像那中国国民什么共产党万岁，我不是讲这个教育啊。其实教育有人讲说这个教育是居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可是我觉得教育是不是应该是把资质很高的、资质中等的跟资质比较低的天生的，他没办法改他天生，让每一个人去揭发他的潜能，所以让不同阶层的人可以都能够达到他在他领域中间能够最上层的。我觉得这才是个教育的目的。当然很多人的教育的观感不一样，那你跟北大清华他就要教育天下的英才，可是中国就出现这个问题啊。你看10年前的中国能够进大学的才3%到5%，你95%的人你就让他高中以下的教育，那我老的不讲，我现在讲说中国现在就是30岁以下的人占了大概有6亿，在这6亿里面只有大概1亿多能够进大学，几乎有3亿以下是初中不到的程度。你这个两极化教育，这个两极化，你将来会看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穷者越穷。像刚刚几位先生，孙先生两极化现象，穷者越穷，因为他在一个国家慢慢在进步，你就必须要有一点基本的技能，比如说今天一定要会看电脑，所有的东西都要有一些操作，有一些这个尤其1世代以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说我不去念书，我才在过以前农村的日子，不可能的。所以我现在我讲的这个教育这一块是把它落实到地方上，像我讲一个，昨天刚刚美国刚出来一个最新的奥巴马总统刚刚批准了一个840亿人民币，就是120亿美金的计划，就是给2年大学，就给我们这个美国的社区大学 Community College。为什么？这真正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我训练那么多博士干嘛？一个工厂里面用2-3个够了，你几千上万的工人，你需要那个基本技能嘛，对不对？而且不但是这样子，中国有很多卫生，我想中国的观众非常清楚。你买东西你都怕被毒到，喝牛奶怕碰到这个山路牌，这些东西都是教育可以解决很多根本的。当那些基本的知识都变成一个大家会遵守的法则的时候，这国家就有很大的一个规范出来了。是，那我很快再连回今天主题。所以您刚刚提到像美国这样子社区大学补助社区大学，然后推广地方职业教育，包括操作这些电脑等等的这个技巧的这些职业教育，是可以
实际的应用在中国解决这些所谓农民工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新疆暴动，其实有很多是我们讲就是游手好闲的一些维族的青少年没工作，是不是能够透过这种地方教育的理念来解决农民工跟民族之间矛盾这样的问题呢？您讲的太好，我用2个实例啊，我不太喜欢讲理论，我就讲实际比较好一点，就说像中国大陆现在讲这种旅游来讲好了，观光业好了，中国有很多地方值得观光，可是很多大地方大家都去过，没有地方去了，他们就讲说应该要发展第2层的地方，可是去第2层，大家我住的地方干不干净？我会不会被人家乱敲竹杠？我吃饭是不是吃的都是毒的东西啊？像这种东西，大家都有 concern。在地方教育里面，他有很多地方人才，他很可能不需要很伟大的这种教育，可是他把这种，比如说我当博士、硕士等等，对，我很可能我当个厨师，可是我厨师我就学了很多这种什么卫生的观念，什么细菌怎么出来。当你受过那么多东西的教育的时候，你在处理食物的过程，你就会用很干净的方式，所以就会造成说，比如说我的食物就很干净。还有呢，就是说很可能我这地方有一些资源，我现在还没有开发，你要人家来这边玩1个2个，人家不太愿意来。你很可能透过教育，它可以让跟地方结合，它发展这一系列这整体的什么食衣住行、吃的玩的到哪里去，它可以发展2、3天，变成中国的那个观光业，从那种集中点。慢慢扩到各地有特色的地方，可是他住的也干净，为什么？因为你教育过以后住的很干净，他很卫生，不会有臭虫，不会有什么东西，然后他也不会乱敲你竹杠，然后他也做很好的服务，然后给你吃饭也很安心。这是一个就是比较美好的一种方式。这听起来非常有意思，而且让我想到说，如果在新疆当地也能够兼顾保存他们的文化，然后利用像这样子的地方教育，开发一些观光的资源，或许可以把新疆建设成像是美国的印第安文化村啊，或者说台湾有所谓的原住民的9族文化村，像这样子把这些观光资源得到的利益再回馈给当地的少数民族，你觉得这是可行的方法吗？非常可行啊！就我想用夏威夷来讲好了，夏威夷它因为它也是当地原住民在那个地方，海岛都比较懒散一点，可是为了你要保护它的文化，而且要创造观光产业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你到新疆去，很可能住他们那个帐篷什么，大家都不习惯。可是当你透过一些教育啊，透过一些地方的配合，它可以把它整个产业变成一个整体的包装。整体的包装能够做什么？来这边住，让你住的跟外头的这个比较文明社会在城市里面住的，让人家住得很舒服，发展一系列什么骑马什么东西，比如说类似能够配套的，甚至于它的食物他们在新疆当地的食物，或者它可以透过他们整体的这个畜牧啊、耕种的方式来提供他们这种文化村的，你可以制造好几个不同的文化村，所以很多当地的人他就可以用他的文化产业来过活，他的后勤的什么吃饭的喝的也是从那边来，就很多人就可以以此为生，对不对哈？好的，我们讨论时间有限，想抓紧时间再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也请大家线上的听众观众尽量的简短发言。下一位是陕西的电视观众王先生，王先生你好，请简短发言。你好。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美国的话应该说是做一个世界的标兵啊，然后让全世界人都会学一下。然后所以说我跟美国说一下这个一个想法，因为美国的话，它的教育的话，这个技能教育的话，不是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小孩子的话，小孩子他是法律的重要，法律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以色列小孩子的话，我们看就业的话，12岁小孩的话都必须懂得法律，然后才有承担法律责任。有法律责任的话，或者法律说它不是一个承担责任的问题，而且是说他要知道以后的话，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这样的话，这个人他就会做出而且的话，你就是说，即便你上大学之后，但是的话，你不能够找到一个对口的工作，那也是很多。好的，非常谢谢陕西的王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听清楚了，稍后我也请赵先生一并的回应啊。下一位是广西的李先生，广西的李先生你好，你好，请讲。你好，赵先生，我很赞赏赵先说是用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教育是最终的富国之本，就是懒见呢。那些我是少数民族的，那些共产党是用硬件来治标的，他用经济杠杆来，比如
在偏僻的民族地区的修路啊，或者建那个学校，或者给一些经济上的补偿来引导那个民族。谢谢。矛盾，但是解决不了长期的问题，因为从教育来说。谢谢广西的李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后面还有几位听众观众想抓紧时间，让他们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发言，请大家尽量的简短。吉林的电视观众林先生，请简短发言。林先生你好，主持人好啊。新疆之所以发生动乱呢，那个骚乱呢，我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种族歧视，维吾尔族啊这个青年呢找不到工作，另外比方说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维族人就被赶出了北京。第二呢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将新疆的资源呢都转移到东部去了。你比如说吧，西气、东苏克拉玛依油田等等这些东西都运到内地去，当地的维族呢却得不到实惠。我认为就是这样。好的，非常谢谢吉林的林先生。下一位是湖南的网络观众张先生。张先生你好。你好，两位嘉宾你们好。听口音啊，你们两位好像是来自台湾啊。我想这个族群问题呢，台湾也存在，也有。大陆呢，我跟你讲是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生活习惯呢有不同，各种环境啊可能都有这因素。对于这个东部和西部呢，明显是很有差异。这个现在呢，政府也在这想办法，什么中西部大开发呀，都是解决这问题。但是呢，对于这个乌鲁木齐发生这个打砸抢事件呢，我有我的看法。请简短。今天上午呢，我跟我一位新疆的一个朋友啊，通了电话。他的邻居呢是乌鲁木齐一个殡仪馆的。这次死了100多个人里面呢，他们看的这个情况确实惨不忍睹。是，有的是被石头、砖块砸死的，有的呢是拖到那个小巷子里面去，把喉管割断的。哎呀，我说这不是什么族群问题了，这是很严重的暴力事件。好的，非常。在美国的话，谢谢。如果芝加哥这个暴乱，美国政府一样是依法办事。好的，湖南的张先生，谢谢您的观点。当然，暴力我们是绝对谴责的，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找出一个解决之道哈。那最后我想接听北京王先生您的电话。北京的王先生你好，请简短发言。你好。首先，我基本上同意前面那几个观众的那个观点。首先，我的观点是，首先我们的政府要检讨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的而且第二要加强对少数民族的这个文化教育，因为我刚才那个朋友提到他这个网友，我有个网友也讲过，他说他的一位维吾尔人跟他讲过，就是说将来就是说新疆如果真的独立的话，把汉族人赶走，让哈萨克人给维吾尔族人放羊，让塔吉克人给他们做生意，维吾尔族一天就待着，就是晒太阳或者搞女人或者喝酒。所以他这个民族，他们一直认为维吾尔族人很懒惰，当然我没接触过，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加强对这个少数民族的汉化，对他们加强教育。当然，同时我们应该检讨自己的政策。就像为什么美国它这个少数民族这个族群搞得相对来说不错，而前南斯拉夫或者前苏联为什么民族政策都搞不好？我们应该以此为借鉴。好的，非常谢谢。这就是我的观点。北京的王先生，我们讨论时间最后的大概2分钟左右，我想也请赵惠普先生借由这个机会做个总结。那我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民族问题要怎么解决？刚刚也提到很多国家例子不同，有人是凸显着多民族保存各民族的特色，但也有些人是希望把它纳入主流的民族，把它融合在一起。这两者之间怎么取得一个平衡点，其实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哦。那我想综合今天的节目，最后的时间就全部就由赵先生来发表您最后的感想。谢谢，我有这么多时间。那个我想啊，刚刚有位那个陕西的王先生啊，您刚刚讲到一点点，我从这个地方来引申到后来哈，就是说您讲到说，其实美国好像是法律啊规范，其实你讲这个地方是讲的就是有点讲到蛮深处。教育不但是技能教育，在做教育的时候，他顺便呢还告诉你一些一般大家都能够接受的通范。就刚刚最后那个北京王先生讲说汉化什么，也不要讲说汉化，就是讲说咱们就讲说一个文明社会。一般对不同的人的基本的一种认知跟尊重，我可以跟你长得不一样，尤其是欧盟，我们用欧洲来讲一个，欧洲它那个它的历史上比如说德国侵略了很多国家，所以呢
他们在欧盟在融化的时候，他说我了解你跟我不同，可是我的教育让我知道你跟我是不同的，我可以不同你的意见，可是呢，我尊重你发言的权利。我想这样以类似慢慢这种方式，我们如果说能够关注在以教育的方式来，当然不是唯一的教育不是唯一解决的方案，可是任何方案你不可以缺少教育。那么我想大概以这个方式来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也希望中国真的能成为一个尊重多元文化并且分配非常均匀的公平的社会啊！非常谢谢赵惠普先生。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理事、维吉尼亚州长特任官赵惠普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